台湾有真侪好料理，有煎的，有烘的，有蒸的，嘛有吹的。料理的做法是百款，在咧食物的世界当中，每一出料理的产生背后，拢有一个故事。故事内底有亲情，有梦想，有传承，嘛有乡愁甲思念。只要食一喙，就会当伫咧美味当中理解到内面的感情。音乐是作为一顿佳肴上好的斗头，会当互用餐的气氛更加美好。当咱的喙互料理满足的时，咱的耳仔嘛互音符来安慰。用餐的气氛甲经验，定定会变成咱人生当中的回忆，互咱不时拢会怀念，享受迄段过去，回顾曾经的种种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